自行2025年5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永生的上帝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84篇第10到1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84篇。考拉后代的诗，交予圣乐长用家己的乐器伴奏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你徛起的所在，互人遐尼意爱。我恋慕上主的城，到要分去。我的心神向永活的上帝欢喜唱歌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七鸟仔伫你的祭坛边作寿，连椅仔嘛伫遐为着家己找着阿囝的寿。徛起伫你殿的埕的人真有福气，因称赞你无煞。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，因迫切爱上锡安山朝圣。因经过的大沙山谷，拢变做泉源，秋雨降临，福气满满。因哪行哪有力，拢要伫锡安朝见上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压耳孔来听。保护阮的上帝啊，求你眷顾，求你赐福，予你所设立的王。伫你的埕点一日，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。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，嘛毋愿踮伫邪恶的人的厝内。因为主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，伊互咱恩惠甲公营。伊毋捌留一项好物，无互正直的人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。永生的上帝，诗篇84篇是一首朝圣的诗篇。诗人对前往耶路撒冷圣殿敬拜上帝，心存渴慕和喜悦。诗人伫内心深处呼求，期望会当甲上帝共度时光，渴望欢呼敬拜上帝，独独伫伊的面前，就算啥物拢无做，还是会当享受踮上帝的同在。诗人知影，每年伊只有短暂的时间通到伫圣殿，安尼会无满足，互伊心善鸟仔会当久长住踮圣殿，搁心无祭司通逐日伫圣殿服侍上帝。对诗人来讲，伫圣殿的时光是偌尼美好。伫即中间住一日，较赢过伫别位住1000日。咱通想象，诗人伫日常生活中也会有挣扎。诗人就亲像你我同款，检采有人际关系的问题、经济的问题、健康的问题，或者是面对家己的囡仔拄在远离上帝的问题。诗人就亲像你我，陷入努力付出却得袂到效果的失落中。咱毋知诗人的困难是啥物，但是咱知影，当诗人伫圣殿敬拜，专注伫上帝面前的时，伫伊生命中的即个片刻，就亲像七鸟仔共款，敢若想要造物主唱一首欢乐的歌。伫即首诗的中间，真特别用3个动词来表达人甲永生上帝的关系，包括渴慕上主的殿宇，往锡安山朝圣，住踮上主的殿宇中。
真成咱信仰无共阶段的进程，对较无行向上帝到甲上帝合一结连的活泼流动关系。对作者来讲，敬拜是一个亲密佮充满情感的时刻。咱伫敬拜中，甲这位永生的上帝相交，伊听咱，佮祝福互咱，因为安尼伫上帝圣殿里度过一日，会带来纯粹的快乐和幸福。迄是搁再济的金钱，也是权力，也无法度换取的。安尼会较无摇人对永远活地创造生命的永生上帝搁较认捌，进而赞叹甲上帝同在的美好。当咱认捌这位永生上帝的时阵，咱的渴望是定睛伫伊，毋是伫外在的建筑。传道书3章11节指出，上帝互伊所造的一切下因的时拢真好，佮将永远这个观念下入人的心。毋过，上帝对头到尾所做的，人袂当了解。对伫永恒的渴望，互人起来找求上帝。我自细汉就爱参加礼拜，特别介意和日时无闲，简单会当参加暗时礼拜的妈妈做伙去教会，听妈妈吟唱圣诗。牧师伫礼拜中讲甚物，对年幼的我来讲是奥捌的，但是我听我的牧师也介意遵守礼拜的教导。迄种美好不在伫地点，是甲上帝同在，甲听我的人斗阵，佮甲我所听的人斗阵做伙。即种单纯的听，因煞够担。信靠主的人是偌尼啊有福气啊！默想，今仔日我对伫参加礼拜和聚会，是毋是还心存大欢喜佮快乐？今仔日我对伫参加礼拜和聚会，是毋是还是心存大欢喜佮快乐？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你家己吸引我，我就紧行来跟对你。我要伫你的圣殿中大声唱歌、欢唱、敬拜你。求你互我勇敢用同伴分享你的疼，互我穿越众人的眼光分享你，只为着要看见你的荣耀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